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两位，咱来谈这个教育部114年度的朗读稿小会组的。好，时间嘛到啊，开始。然后我会，我分享唔对，我应该是想要分享教育部迄个沙巡网页才对。应该是这个教育部的沙巡网页才对。应该是这个网页，其他可能暂时反正我就讲，都喊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。台北时间咱毋是到咱40点啊，做伙来遮读歌册。最近咧读的这是教育部114年度的朗读稿，社会组的朗读稿。要来读23篇。小火莲文，作者罗碧霞。阮翁是孤囝，嘛无大姊小妹。我恋爱时22岁，就算是阮阿爸上疼我，伊嘛是对头反对到尾，佮讲孤囝的饭碗歹芳，担头足重，住伫出入无方便的内山。若破病讲出来嘛袂赴伊，结果我赢。有哪来啊？我毋知你有对。我搁读一段好没有？对，我搁读一段，你若有对着，后壁可能会使互你读。我记迄天，阮阿爸坐伫游览车的上头前，伊哪看路目屎缀咧哪流，山路弯弯弯弯，洗甲头晕目，一山搬过一山。驶到南投鱼池乡上前方的所在，才停落来。这个男子汉已经哭到青惨毒撇，分离的过程闹猜猜，伊煞面啊臭干干，比跋落屎壳啊搁较臭。桌顶好料的拢无食，心情沉重。线到要坐游览车转去的时，阮真正有人挡袂牢，开声吼，一声害啊！规台车的人煞拢对咧哭，袂输咧哭路头咧。头转去时，阮二姆甲我讲：“你害我哭真忝，遐少岁，哪会过遐远？恁阿爸阁会遐反复司机，车爱停较远咧，惊你看到心酸，惊你看到心酸，我迄暝嘛好足忝诶。”真嗨！好来，阮老李，讲咧读偌济，在你。早前，阮南部有一句话讲：生一个查某囝衰3冬，生3个衰1世人。因为查某囡仔饲大汉，无嫁就是孤婆。人讲公妈桌顶无孤婆，够欠算的老人会操烦规世人。啊，若像我即种要嫁的，害啊出头来啊，别项拢想着钱。还袂斗趁钱，就去互迄个无熟悉的毋正囝规碗捧去，规碗总捧，想着就惊。去往去，阮阿爸真细致，款嫁妆的时，大细项拢传。伊讲庄脚所在不比都市，款互招着，要用就有。逐摆我若看到伊甲我传的物件，后就随甜。想讲，像我即种查某囝，加生2个啊，是毋是爱衰1世人？人讲查某囝是老爸前世的情人，有影。伊对我讲话总是轻声细细。细汉的时，伊阁会甲我白头鬃，骑机车载我去四界。食好料的，即马阮转去后头厝，无共啊，换传阮翁爱食的，让人囝婿，定定T，这是 T， 甲 T
去甲3更半暝毋去困。我想，这就是人讲的烧火连盆。早前阮兜厝内生活艰苦，毋过我感觉伊互我的疼惜悬拄天，所以阿爸，我要甲你讲，毋是你爱我尔尔，我嘛足爱你的。好，感谢。以上就是这个114年度社会组的朗读稿第23篇。因这个114年度社会组的朗读稿总共28篇，所以咱嘛读到23篇啊吼。毋知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大家的朋友若有兴趣啦，欢迎你起来做伙读。但是咧，歹势我敢若真久无看到你啊，Vincent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我毋知。讲参考。迄个有两个所在，看着心酸，想着着情。当然，想着着情，着情迄个刀也是就，敢若有3、4个读音嘛。啊，所以当然即内底有几落个，可比讲，想着着情，甲要用着有。当然，迄个刀就，敢若有足侪人有无共个念法的款。啊，因为若写咧文章内底的，其实可能就是在人读念吧。我讲的在人读念是迄个音啦。你要读就 OK， 我感觉 OK。你要读多应该嘛 OK。你要读个是啥？就多，这两个要用就有，要用都有。还有啥物音？我会记2、3个吧。因为迄个多我是讲是伊是 TOH 第8条啦。然后郑秀平顶一段上尾迄2句，像我即种查某囝加生2个啊，是毋是爱衰一世人？像我即种查某囝加生2个啊，加生2个啊，加生2个啊，我无确定爱读倒一个呢。加生2，若准讲是一般变调，可能会变成是啥？加生2个啊，对，加生2个啊，加生2个啊，加生2个啊。我傻无，我也袂准。我直觉，你像我即种查某囝加生2个啊，是毋是爱衰一世人？伊这是按哈，伊讲因南部的即句话这应该是一种安怎讲？抑阁是一种汉人传统想法的。啥物做汉人传统想法？当然，汉人即个概念嘛是，至少我是伫学校才学到的。当然，即种汉人的想法，目前为止，敢若也无一个学术上的定义嘛。啊，所以变成是敢若在人好，在人讲，在人黑白讲安尼。啊，总是伊有一个，就是敢若讲一定爱出丁迄种概念。啊，一定爱出丁即个概念，你讲是罗汉脚来到台湾，来到佛摩萨一个想法，是毋是安尼？毋知影，因为在因迄种过去的中国想法，就是敢若一定爱出丁，啊，伊一定爱出丁，听伊讲是要保证讲。所有的囡仔拢是伊生出来，或者是伊互生出来。抑毋过最近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听到即句话无？只有是查某生出来囡仔会使确定是查某，当然是今仔日进前的现代科技啦。今仔日以后的有一种即马就啥，代理孕母的即个无一定啊无。毋过现主是伫台湾是还未合法嘛。所以有不哩侪人，我毋知啦吼，就是有相当，也是一寡人伊会走去海外嘛，找适当的人帮伊生囡仔嘛。吼，啊，毋过迄个可能咱就暂时按下。要讲的是，就讲，淡仔咧讲出丁来保证伊的事实，拢是伊的血缘血统即条代志，颠倒去哦，现代科学去推翻讲，只有是富人人生出来囡仔，才有保证讲，这囡仔是富人人的事实啊。对，我讲先甲迄个科技发达到迄个程度，咱先按下嘛。今仔日进前会使确定的就是，
囡仔互阿母生出来，确定是阿母的囡仔嘛？啊，老爸是啥？敢若阿母知影。啊，所以因遐淡仔一直要讲出顶即条代志，其实21世纪的现主是我感觉迄种想法颠倒是无一定适当啦。然后迄个想法，若准讲无一定适当的时阵，按即个观点出发的遐想法讲法，其实就有真大的讨论空间啊，对无？早前阮南部一句话讲，生一个查某囝衰3冬，生3个衰1世人。我感觉即个就真正就有讨论的空间。当然，到尾二段，人讲查某囝是老爸精髓精人，即句话佫是另外一个我个人感觉含糊的讲法。因为当然，这佫牵涉着讲，你甲精人的定义是啥啦？啊，老爸甲查某囝迄是顶下辈的关系，太是用精人去讲即个讲法，我感觉真有问题。啊，甚至我无要讲遐明，抑毋过会使点一句，就是讲。听讲中国迄边用真正有足罕古迄种做法，这你若生的时阵，我感觉迄根本就是精生啦。啊，我敢若点到遮尔。好，毋知咱针对这篇文章《社会人本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最食迄款咧糖果，我煞敢若雄雄读袂讲介准安尼，且爱听较远咧。惊你看到心酸，还是惊你看到心酸？惊你看到心酸。哦，你可能有3种。惊你看到心酸，惊你看到心酸，惊你看到心酸，安尼有差别无？就是惊你看到心酸，怕你看到了心会难过。对。对，就不会是怕你看起来会难过。嘿啊，所以就是讲，看到什么货，吼，迄个什么货有2种意义，一个是修辞嘛。你有看到无？你有看到遐有一只鸟无？你有看到迄只鸟无？你有看到鸟无？迄个物件是即个的修辞嘛。吼，啊，另外就是褒义嘛，伫咧褒讲，你说明讲，伊看到迄个情绪是安怎，伊看到迄个心情是安怎，伊看到是啥物状态嘛？啊，即个褒义可能，而且可能佫有算2种意义，还是2种用法，还是2个，就是你拄仔讲的嘛，看到心酸酸，还是看起来心酸酸，安尼，敢若是安尼，是不是？惊你看到心酸，惊你看到心酸。有当我伫了即个，有当时啊，就歹判断的呢。嘿啊，你拄仔是讲迄个褒义有2种意义，对无？我即摆讲煞家己讲无，你搁讲一解，我分袂出来，你搁讲一解。你讲。头前讲的迄啊，嘿，就是看到心里会很难过，看起来心里会很难过，就是这2种嘛，对哦，一个你看到就是你看起来嘛，嘿啊，看起来心酸酸，对啊，看到心袂酸，嘿啊，啊当然看到心酸，就是拄则讲的，就讲。这个心酸一定是伊的褒义，啊，只是迄个褒义到底是伊看起来心酸，还是伊看到心买酸啊？你对，真正是较想影，就是目前所看到的，老爸表现出来的，就讲表现出来这种唔甘查某囝安尼嫁出去的，这个，敢若我所看到，当然我无看遐尼多，我讲我无看遐尼多，可能。我无看过超过100、超过50，可能我毋知影，就是10个、20个、30个，敢有遮侪我袂记着。吼，反正就是所看到的，敢若拢是老爸表现出较毋甘迄种想法。啊，可能就有人会问讲，啊老母敢拢无？歹势吼，迄老母甲查某囝可能佫较担心的，迄可能自安怎讲，互讲定的时阵，就特不是咧。
千叮咛万交代啊，讲咧，可能后就甜啊，真毋甘啊呐。所以到真正出嫁迄天，迄可能会使伤心的目屎，会使毋甘的目屎，早就嘛流几桶去啊。所以到迄天颠倒就无表现出来嘛。因为情书其实，我的感觉是讲，每一项迄个情书，若准讲到一个点，啊，伊应该流出来目屎就是遐尼多吼。可要黑白讲，真正会流一粒啊，1000cc 的水，若准讲安尼1000cc 的眼泪，若准讲啊，查甫人可能较无甲祖囝遐尼大吧，还是讲一天不离啊，侪时间相对上对看是安怎？因为毕竟还未出嫁之前一定住厝内嘛，啊住厝内一般来讲可能讲祖囝较老母会较亲嘛。当然嘛有一寡迄袂像咱结完手迄个暂时按下不论，有住伫厝内，啊搁真正可能不管是家己交的，还是人做亲情讲亲情的。阿母一定是第一毋甘的嘛，对无？啊，就一直交代。我就讲哪交代，可能目屎就哪流。到迄天应该就无代志啊。等到阿爸，我会看到是安尼啦，是讲这是我的理解尔。伊世间就嘛百种，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台下的朋友，阮读的即个是。114年度社会组23篇，安尼要教我读无？会使。你读。会当请问一个问题？你讲。买两单，伊讲载骑机车载我去四界食好料的，啊，若是载我去四界食好料的，这我的感觉应该是。你迄个便条边界长伫对，那以我可能我会通安尼读，骑机车载我去四界食好料，我可能安尼读的款。当然，这个佫牵涉到有当阵有的人读较紧，有的人读较慢安尼。因为我目前所听的遮的朗读稿，尤其是出版社去邀请遮的前辈高人，当然遐个前辈高人。不了侪拢是可能师徒，也是伫学校教诚久的册遮的，因就拢会慢慢读念安尼。啊，慢慢读念，对我来讲，毋知是因为我拢迄个啥，讲话足赶紧的吼，啊，迄个变调法就较属于口语上的变调。啊，若慢慢读，对我来讲，我若慢慢读，我就会迄个啥，变调变界，佫敢若无共款。啊，伫即搭遮，去四界食好料，去四界食好料。因为我感觉四界这可能看是要当做去的褒义。你去倒位？去四界食啊，四界啊，毋是去巷仔头嘛，毋是去美食街嘛，毋是去百货公司，我是满四界拢总去嘛。所以，即个四界诚做伊的褒义。可能就变成载我去四界食好料嘛，也是讲我即个四界是当做食好料的迄个形容，我是四界去食好料的，所以我感觉你要伫遮设一个变调边界啊无，就讲你要甲四界要读变调，我也读变调，我感觉意思袂真差，因为迄是你要做头前的褒义，也是做后壁的。伫即搭遮，我感觉即两种读法意思无真差，所以变成讲四界食好料，还是四界食好料，我感觉是 OK 啦。我毋知大家顶有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 ？Carol 嘛来啊，阮拄则读的即篇，正是拍算要教我读，或者是你会使对伫咧有那后壁两段，有那要读头前两段，啊 Carol 你则对有那后壁读。好来，歹势，3年对只我看你有起来，结果怎佫无去，我毋知啥物原因。啊，真有出声，嘛是无看影，毋知啥物原因，我毋知影。安尼也是迄个有那你读两段，了后 Carol 你读一段，3年你读两段，好，因为中间一段、第3段嘛无算细段，后壁两段的内容，敢若甲中间一段、第3段敢若差不多安尼。好，安尼。
有哪你谈得大？第23篇小花莲盆，都撇下。阮翁是孤囝，嘛无大姊小妹。我恋爱的是22岁，就算是阮阿爸上疼我，伊嘛是对头反对到尾。佮讲孤囝的饭碗歹芳，担头足重，住伫出入玻璃边的大山，六破病，讲出来嘛袂赴伊。结果我赢。我记迄天，阮阿爸坐伫游览车的上头前，伊哪看路，目屎对咧哪流，山路弯弯弯弯，踅甲头晕目暗，一山搬过一山，驶到南投溪里乡上震动的所在，才停落来。这个男子汉已经哭甲凄惨毒撇。婚礼过程闹彩彩，伊煞面仔臭糊糊，比跋落屎盒仔搁较臭。桌顶好料的拢无食，心情沉重。线到要坐游览车转去的时，阮亲情有人挡袂牢，开声吼，一声害啊，规台车的人煞拢对咧哭，袂输咧哭路头咧。头转去时，阮姨母甲我讲：“你哦，害我哭真忝，遐少岁哪会过遐远？恁阿爸阁会晓吩咐司机，请爱停较远咧，惊你看着心酸。”我迄暝嘛哭甲足忝诶。好，感谢啊，你加一字啊，哭足忝，当然哭甲足忝，甲哭足忝，敢若是。你个哭甲足忝，可能情绪较饱满啊呢。爱遮敢若我迄暝哭足忝，敢若无遐饱满，意思无差嘛，对无？哭甲足忝，甲哭足忝，我感觉迄个情绪拢是，就是怎讲？我感觉是共款。当然哭甲足忝，我会感觉迄个情绪敢若搁较满啦。啊，哭足忝就是对啊。伊哭甲若毋是哭足轻松，是哭足忝诶啊。啊，伊是无即字。你拄则敢若有一个所在有一个所在嘛，字嘛读无解无共款啊！好来继续往上读吼。早前阮南部有一句话讲，生一个查某囝随三冬，生三个随一世人。因为查某囝大汉，因为查某囝饲大汉，无地就是孤婆。人讲公妈肚顶无孤婆，老天算的老人会操烦规世人。啊，若像我即种要嫁，害啊，出头来啊，逐项拢受着钱，也袂斗趁钱，就去互迄个无熟识的毋正囝，规碗总旁受着就灵，气风气，阮阿爸真细字，阮嫁妆的时，大细项拢传。伊讲田庄所在不必刚好交着。要用就有，逐摆我若看到伊甲我传的物件，后就随你想我即种查某囝，加生两个，会加生两个仔，是毋是爱随一世人？好，感谢啊。好，3年后你后边两段。拄则是银还是银？迄应该是银。我拄也无清楚，K 路是读啥？哦，安尼，等下我来倒去好。人讲查某囝是老爸真细真灵有影，伊对我讲话总是轻声细碎。细汉的时，伊阁会甲我白头鬃，骑机车载我去四界食好料的。即马阮转去后头厝，无共啊。换穿阮翁爱食的，让人惊屎，定定铁甲3更半暝毋去困。我想这就是人讲的小火莲盆。早前阮兜厝内生活艰苦，毋过我感觉伊互我的疼惜，缘拄天。
所以阿爸，我要甲你讲，毋是你爱我尔，我嘛足爱你的。好，感谢啊，这真正是，当然，你看，父母疼囝当流水吼，囝想父母像袂风安尼。当然，这种讲法有足侪共款无共款的用字用词讲法啦，这种是，这敢若嘛是大多数，也是讲人类的天性吼。大家有种哈，什饲囝是义务，不好是应该。抑毋过当中我咧想着讲，迄是一个结果嘛。抑毋过以现代社会来讲，敢有可能改变，还是敢有改变的可能？我毋知。总是有当阵啊，这李小言语咧客家话，敢若咧甲咱讲一寡故事嘛。毋过遐个故事，煞敢若是迄个啥？暗示还是明示？吼，我毋知。好，爸比嘛来啊！阮拄仔读的这篇是小花联文，我拢会读对无送开的，伊是盆啦，吼，盆 PHUN。手机有啦，毋过伊可能伫讲电话。我无看到影咧，奇怪，有当阵哪有个人看会到影，有人看袂到哦，是啥物原因？拄则迄个。啥物大字姓 T 迄个 T 啦，吼，伊是 THIH 第8条。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还是芭比有要读无？阮拄则其他的人拢有读过啊。你讲要挑战？看你。我是会使啊。好来，好，互你挑战好无？互你读一篇，咱就再读后一篇。啊，当然看你有啥物想法看法，还是要。提出来讨论，还是顺文拢会使。好，这篇互你读哦。读小花莲盆哦。对，小花莲盆。几篇啊？对，几篇啊，差不多慢慢仔读嘛。时间有慢。好，阮翁是孤囝，嘛无大姊小妹。我乱来时22岁。无听，就算是阮阿爸上疼我。伊嘛是对头反对到尾，佮讲孤囝的饭碗歹芳，大头足重，可能要读大头足重，住伫厝入无离边的内山，可能内山。头前迄个写条讲着。住伫出入无离边的内山，住伫出入无离边的内山，哎呦，又来内山，若破病，可能爱卷出来嘛，袂赴伊，卷出来嘛，袂赴伊，结果我赢，我嫁迄工对，过迄天，阮阿爸坐伫游览车的上头前，伊若看路目，后壁是目屎，所以伊若看路，伊若看路目屎，所以咧若流，山路弯弯翘翘，无，这是弯弯弯弯，对，山路弯弯弯弯。洗个头远白暗，头型，我要睇下，洗个头远白暗，一山搬过一山，驶到南投西离乡上前方的所在才停落来。这个男子汉已经靠甲凄惨落血。婚礼的过程，脑猜，伊煞面臭哥哥，比跋落屎壳啊！比跋落屎壳啊，搁较臭。你知道迄是屎壳的壳是 HAK。甲学校的学是共音。比跋落屎壳啊，
对，还对，嘿，说下西学啊，哦，西校啊，搁较吵，桌顶好料的拢无食，心情叮当，煞到要坐游览车转去的时，阮亲情有人。哦，这是亲情，因的亲戚，亲情。对，阮亲情有人放袂掉，不是，开声号，开声好，开声好，号对嘛？对开声好，开声号，即声害啊，规台车的人拢对咧哭，不是对咧，对咧哭啊，对咧哭，袂输咧靠。什么意思？靠路头咧，靠路头是富人人，伊的老爸也是老母过往是因为是嫁出去嘛，所以转去要去送伊的老爸也是老母，就是伊的时代的时阵，敢若就是讲爱伫外远的所在，就开始伫涂骹用白，哪靠哪白，迄叫做靠路头，因落靠到迄个棺柴，准备要就讲。咩啊讲？就是迄就一个仪式就对啊，一个民俗啦，就表示讲。知影迄个画面，我该知影。对有看到。是最近公司敢佫要甲迄个父后7日摕出来搬的款，还是安那？内底嘛是会有即种的。佫有即个戏数，敢若嘛有啦。好，你继续。靠路头咧吼，头转客就是归宁。头转客时，阮姨母甲我讲，你害我哭真忝，少岁，哪会过遐远？恁阿爸阁会晓吩咐司机？欢呼，应该是欢呼。欢呼。欢呼哦，恁阿爸阁会晓欢呼。阿爸，你头一届对，即摆毋对去。该升价。哎呦，恁阿爸阁会晓吩咐司机，车爱停较远咧，惊你看到心酸。我去骂嘛，哭足忝诶。早前阮南部有一句话讲，生一个查某囝随3冬，生3个随一世人，因为查某囡仔是大汉。无嫁就是高婆，人讲公妈桌顶无高婆，搞欠算的老人会操烦规世人。若像我即种要嫁害啊，出头来啊，逐项拢受着钱，还袂到趁钱，就去互迄个无识识的毋食囝规碗总旁想着赢，GING 赢，想着赢，气懵气，阮阿爸真细腻，款嫁妆的时，大细项拢传。伊讲田庄所在不知倒市，款互看到焦掉，款互交着，要用着有。逐摆我若看到伊甲我传的物件，熬着随甜，熬着随甜，这种有画面，熬着随甜。你像我即种查某囝，加生两个啊，安尼，加生两个啊，这样。因为拄仔嘛咧讨论到底是要读，到底是要加生两个啊，还是加生两个啊？这个嘛无答案。加生两个啊，正好安尼敢若较。因为拄则头前是咧讲，
头前一个讲什么生一个衰3当，生3个衰一世人啊，所以应该加生2个啊，这样安尼开口敢若较对。但是就啥，是毋是爱随一世人？好，人讲查某囝是老爸前世，我是读前世，前世对。查某囝是老爸前世情人有影，伊对我讲话总是轻声细碎。细汉的时，伊阁会甲我白头鬃，对，骑机车，骑机车载我去世界食好料的。即摆阮转去后头厝，无共啊，换传阮翁爱食的丈人囝婿，定定到3更半暝毋去困。我想这就是人讲的社会连盆。早前阮兜厝内生活艰苦，毋过我感觉伊互我会疼惜关注天，所以阿爸，我要甲你讲，毋是你爱我尔，毋是你爱我尔，我嘛少爱你的。好，真好，愈读愈好啊！当然有一寡变调是会使搁迄个啥，搁练较准吧。因为我就讲其实，考试的时阵嘛是比如讲我讲过去了后，我就随发觉我听到家己的声，就感觉毋是怪，声调会顺，搁改一个安尼。所以其实，你讲来。我感觉伊互我的听是有关拄天，是关拄天。我是会读，互我关拄天啦。我是读关拄天，就讲互我的听是有关拄天。关拄天好在啥？关拄天。因为我就讲社会组的文章真正无好读啦，有一寡字词真正若无细字，就真容易就是读抓去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，Carol 昨有看到我回房了，大迄个有。迄个连接无？可能真正笑到变价啊，是安那？你昨问的问题啊？系啊。我打连接互你。好，插回一个，歹势。无问题。当然，我看佫有啥物字数，我是读参庄所在啦。参庄所在，就讲我来讲一寡复合名词，可能会使去分别。啊，过来我先讲一个好啊。第二段，弯弯弯弯甲弯弯翘翘，我的理解或者是我的分别，就是讲，若准讲是弯弯翘翘，伊就是翘上天迄种，我会甲伊讲弯弯翘翘。啊，弯弯弯弯是路，弯弯弯弯伊是平面的。所以我的理解是讲，迄个画面我会安尼甲伊分别啦。这主要是我捌迄个汉字，我袂晓。啊，过来就是因为我就讲有当阵就是伫读这个文章的时阵啊，会使看到感受到因咧写迄个用字用词啦。啊，当然，我就讲有当阵啊，真正每一项用字用词无啥相款的时阵，那我都对着作者迄个心思吼，迄个想法，可能会使较活吧。我是安尼想。啊，当然这可能嘛是爱加读过吧，可能安尼。听我教授讲的加读过。安尼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安尼，咱来读后一篇24篇《奋斗人生》。吼，安尼1、2、3，我看几段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是6段啦。啊，毋过迄个我看，安尼我读第一段，有哪第二段，Sunny第3段。然后 Carol， 互你读2段好无？吼，正手边遐，啊，爸比读尾迄段呢。吼，咱先安尼安排，安尼明才看要安怎轮流安尼，吼是够啊。来，24篇《奋斗的人生》，蔡素珠。人讲落土时八字命，
阿娥细汉的时就相命先讲伊是好命人，命底有带文书，搁带金扫帚，应该一代啊。命底有带文书，搁带金扫帚，规口罩的人拢讲敢有影，敢若阿娥家己喙笑目笑，真欢喜。高中出业的时，阿娥想要搁读高中，因阿爸甲伊讲，即个庄仔头目口罩的查某囡仔，拢是国小毕业，就去台北车衫做女工。你有通读到高中已经真好啊！阿娥目屎流落来，用手去争壁。伊心内想讲，是安怎阿兄会当读大学，我就袂当读高中。总是伊毋敢讲出嘴，因为伊知影厝里无通互两个囡仔拢去读册。过顿工，阿母买一卡皮箱互阿娥。阿娥的表姊伫台北工厂买车衫，阿娥要去台北趁钱，通寄转来互爸母。好，感谢。伫工厂做工的日子真无聊，一万年2年过去啊。有一天，爸阿嬷下下班的时，一个女工派册包，讲要去读册。阿娥真好闲，我一直好奇咧，你个家己好闲是嘛？就安尼讲。好奇。后来伊就对迄个同事去读高中的夜工部。这款日子颠倒互阿娥有新的愿望。伊读册，伊认真读册，真紧3年过去啊。阿娥搁去参加联考。这边伊考调民团商专，私立学校注册钱真上重。伊转去甲阿爸阿母参详，替伊出学费，剩的所费家己趁。4年后，阿娥摕到专科学校的毕业证书，总算对家己的打拼有交代啊！好，真好，感谢。后来有机会入去学校教物理，伊的学历阁受到挑战，就去空中大学进修。伫遐学的是生活科学、生命教育，拢是伊头一摆当到的新知识。伫空大这3年，阿娥的性命受到真大的启示。伫学校教物理嘛有16档啊。有同事讲要去读研究所，安尼甲阿娥招，伊挂入着囡仔出国读册爱开大条的，毋敢问伊。半年过去，读研究所的意念，时不时就浮伫头壳内。经过考虑，好啦，豆干参参得7、6角。阿娥甲落的老师斗阵去读。大家互相鼓励，一定爱把上困难的论文写出来。2年过去，阿娥摕到研究所的毕业证书啊！好，感谢，真好。我想问问你，第2抓，你安怎读？伊挂入到迄，你搁读一届？我看你的因 Carol 这段的第2抓，你甲阿娥去。读册爱开大条的，所以你搁读一届，你迄个有着囡仔出国读册爱开大条的。你甲伊读到囡仔，你迄个囡仔，你是读到囡仔，哟。囡仔。吼囡仔，哎，可能拄仔是。伊挂入着囡仔出国读册爱开大条的，毋敢应伊。你这个音那敢若有淡薄仔接近迄个下路的音啊呢？可能你的歌无讲介清楚的款，也是我即马就是因迄个啥有一个写字啊，中部腔有一个写字的音，啊因就咧讲迄个下路 Z 甲字啊个即个音，伊是讲啥？入归柳，就是入是 Z 嘛。啊，柳是下路，
所以写字呀，就有一寡会读对写字变会落 I， 要毋过嘛有一寡伊会写字，伊就是 Z 会变 G， 叫做立规语言的语啊。所以我之前拢会想无，这是要安怎去分辨啊？是安怎？啊，毋过我听你讲的时阵，有可能是即一个所在，一个特殊的音的时阵，囡仔迄个歌是我所听到大部分拢会足明的啦。啊，你咧读的时阵，可能你即个囡仔的即个音会变敢若，好，你讲。你所看到着囡仔出到读册爱开大条的，嘿，即个音敢若，我感觉是毋是敢若字尖遐有小可，无确定咧，就听起来有一寡黏着，是啥物货？好，我紧，反正你知影是囡仔就好 ，OK， 无问题。感觉那亲像是像的，迄个音 ，GINN。哦，你讲囡仔变囡仔呢？音。哦。敢会是安尼？敢若有淡薄啊，啊，毋过即个也是我已经去互 GIN 救去白条的，我就电脑念袂出来 GINN 安尼音，我电脑念袂出来，因为 G 无问题嘛，对，语嘛，语来语去语，啊，你加一个 N 就变瘾嘛，瘾嘛，啊，你若变两个 N 是毋是爱偏音？啊，要变偏音的时阵，我煞吟袂出来迄个音，我煞吟袂出来即个音，迄个啥？有当阵啊，我袂记得是伫咧 B 卷还是 C 卷，有当时共考罗马字的时阵啊，伊就会考讲下面倒一个罗马字，毋是台语的字音，捌有考即种的。啊，当然。GINN 即个，台语应该无即个字音，啊，可能有个人毋知啥物原因，伊就会读出来，敢若有即个语变语，也是安怎呢？吼啊，可能我无确定，就是讲我拄仔咧听迄个K 罗读的是，敢若是毋是个歌的音会有带淡薄仔迄个了的音伫内底，还是念做好我袂记着。我就讲迄个。我听到敢若毋是明迄种歌的音啦，啊，这嘛，互我想着讲，伫看，可比讲咱的原住民语啊，因有一寡遐罗马字的拼写法的时阵，我敢若即久之前嘛，捌敢若可能甲爸比讲过吧，讲可比讲啊，咱的台语无 GH 即种，伊对咱来讲，迄个 H。有当作是送开嘛，可比讲 PH、KH、TH， 这就是送开嘛，迄是对应 KTT 这种送开无送开嘛。啊，毋过咱有歌的音，对吧 ？G 是歌，咱无 GH 的音。啊，毋过原住民的拼写有可能有这种的，或者是咱有无嘛，对吧？地无啊的无啊，还是食米毋知米嘅迄个米，咱无 VH 的音，台语无 VH。啊，我就讲，凡是别个语言有啊，有 VH 有 GH， 就是这可能就是牵涉到迄个语言有一寡较特殊的音，嘛无的确。啊，总是这可能就要透过拼写做接近 IPA 的罗马字，咱阮即个外国人，我靠都明白啊你。好啊，最近嘛较有看到一寡迄个啥，原住民因的名会使寄伫咧迄个啥，就放伫咧身份证顶悬，才会看哦，足侪种拼写法是，以我即个台语人真正读念袂出来，伊毋是我习惯迄种发音法安尼啊。我要讲的是这，好，歹势，最后一段，互爸比读，感谢。我定定咧想，头起初上面先讲的话，敢若有准诶。因为有一粒毋肯认分的心，一直伫头壳内咧滚架。滚架，迄个是架第三条，架对，滚架第三条。滚架吼，别人无法度互我的，别人无法度互我的，我着家己拼。
自造天造，即句话伫阿奴的身躯顶刷得着干净嘿，干净，这嘛叫台语词嘿，干净这词嘛，我嘛是学台语才学着有不哩啊侪人伊会用干净。迄、个干净算讲是啥？中文可能讲啥印证吼，还是验证？哦，嘿，好，啊，我伫读那春水的 QA 结句内底，伊嘛会去用到干净这个词。目前我也袂晓用，我也袂晓甲这个词毋知要安怎用啦，就是讲用袂出安尼。所以准讲是我啊，恁了准我台语真好，抑毋过嘛是到一个地方尔，有足侪字词，若是头摆听着嘛，无一定用会出来。有一寡字词，我就感觉迄个甲咱学外语文相款嘛，英语、日语即个字词你若无够认捌无够，你就是用袂出来啊，啊，所以对咱读即种文章，就是讲，得到一寡新的字词的时阵，一开始可能就是安怎讲，先 copy 嘛，甚至是直接背起来嘛。即句话伫红五的身躯顶煞得着干净，得着干净安尼，啊，就个得着干净安尼，莫敢若学干净，咱就爱学得着干净哦，这是一个讲法。啊，看各伫别个所在、别个文本，不管是散文、小说，反正别人的作品嘛，即摆即个作者是蔡素书，可能另外一个人，可比讲我像我袂讲，凡是罗皮卡即位老师，伊伫别位，佫会写着文章嘛，去用着干净即个词，啊，看伊用安怎用，伊可能无一定会写得着干净。啊，咱加读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看到一个、两个人、三个人写无共的字句的时阵，就会使学习哦，干净会使安怎用安尼，啊无。因为我目前看到干净的即个用法，嘛敢若无遐侪，或者是我无甲伊记起来，较袂晓用安尼。好，毋知咱教典有啊，对啊，教典会收即个词，啊，教典的句有当阵啊，古敬、人甲敬名三种用法。哦，有三种，人等于是人事物的款吧？对，对啊。就是敬人买晒，敬人。你毋过我看伊敢有例句？有啊，有例句。好，安尼毋知咱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无可能犯罪干净证据，有理无理，干净先拍去。对，我得看一个，我嘛咧看这句。就是来人啊，先拍甲互伊种安尼啊，这就是一直，即摆可能毋敢遐好打啦，毋过嘛是目前伫倒看到有一寡人，伊讲伊拄着代志，要去报啊，要去安那，嘛是先去用喊啊，就去用讲啊，你这无喊那啥的，所以有当阵啊变成讲，对咱一般的人来讲，你拄着代志的时阵，煞敢若一个人，或者是你准讲你找另外一个，啊若准讲无讲有一个气势啊，一个啥出来，敢若嘛是袂输要去哦，迄个对方不管是警察还是啥，就要甲你压落底，还是甲你食掉，对无？吃案啥即种的，所以即种社会有当阵啊，到现主时，即个部分台湾敢若抑阁有进步的空间安尼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好，由恁来，阮读完即个第24篇啊啦。对哈。嘿，请讲。是自作天作还是自作天作？我看我是会读自作天作，因为天甲天是文白音嘛。啊，较早伫咧学英语的时阵，会有一句英语，然后翻做中语嘛。啊，伫即搭遮当然就是我感觉会读文音啦，自作天作还是自作天作。好，多谢。反正文音就对啊。然后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拄则迄当然好奇甲好闲是共款意思啦。啊，总是看
看作者安怎用嘛，啊，咱就是对作者的字词读安尼。玉林马来亚阮读到24篇，后壁剩4篇，所以即个人教武艺嘛，教伊讲啊，几15档啊，所以就拢教小学，因为中学是敢若到2023年才互要求爱有台语课嘛，所以有一个最近有一本册，是毋最近啊，就是迄个赖一心所写的台语宪章嘛，我毋知各位朋友知也毋知。当然，伊册写出来了后，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嘛，敢若至少1届2届邀请伊去分享嘛。啊，伊敢若最近嘛有伫南部地区要找一寡在地的代表来推送，或者是甲台语成做官方语言这条政策要甲伊落实，因为照伊本册的内容。以及伊所讲的，或者是伊相信的，我看我嘛感觉应该真正爱安尼，爱安怎？你若无甲台语定做官方语言，虽讲咱的2019年有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，也毋过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可能大部分的咱拢对法律无遐尼理解了解，会了准讲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够，也毋过实际上，照伊所分析的，以及我原来嘛有读一寡法律的知识嘛吼，迄个读法律的知识已经有门票啊，啥物门票？就是若要来去报考律师、法官是有资格会使去报名的吼。我毋知各位朋友知影，迄个想要报律师、想要报法官，这两种考试，毋是凊彩人会使报的，是有条件的。吼啊，当然非常歹考得着。我要讲的是。伊安尼讲，国家语言发展法这条法律，虽讲写出来，敢若大部分人拢真欢喜，也毋过实际上到目前为止，就是会使讲是无啥物路用啦。所以赖心才会咧想要去甲应该会使设定当的关系去讲。听好叫赖总统苏东时伫咧台南做市长的时阵，嘛去定一个或做官方语言，地方的官方语言。因为伫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嘛有讲到语言分区这条代志。啊，敢若安尼，就是表示讲，伫你地方政府的权限之内，你是会使去定的。你若无定，就是无。啊，若有定，安尼可能阁有。机会通好救，所以今仔日进前，可要讲的，自称爆米香的米香花，吼，啊，搁即摆赖一新，这是相对较明显讲，台语可能剩19年，迄个19年就是2020年开始出世的囡仔，因周围已经无即种纯台语的环境啊，啊，无纯台语的环境就表示。等到因捌代志了后，因可能就讲出来含阿弟共款的话，讲我想我的母语应该是中语吧，应该是华语吧。阿弟就安尼讲啊，你讲2020年出世的囡仔，等到伊7岁开始读小学，等到伊高中的时阵，你莫去拄起伊的面头前问讲，请问你的母语是什么？伊有可能就直接用中国话甲你讲啊，我的母语当然是国语啊。啊，若安尼，2020年出世的，等到伊国中，甚至伊要读大学的时阵，真做社会主流，台语这个语言就是一直落车落去啊。所以，2019年迄个时阵，米香花因啊，搁遮个算咱伫台面上会使看到的人，就差不多已经看到讲，台语当伫咧死亡啦。啊，甚至迄句话嘛是对遐 copy 来嘛吼。Mandarin is killing everything that makes Taiwan Taiwan。华语或者是莫讲华语，应该是讲中国语。中国语当伫咧屠杀所有互台湾成做台湾的一切啦。Makes Taiwan Taiwan，
互台湾真做台湾啦。虽然英语敢若3字尔 ，Makes Taiwan Taiwan。中语当伫咧屠杀所有互台湾真做台湾的一切，一直到呾 still killing。So Taiwanese 台语 is dying, not dead, but dying。虽然还未死翘翘，也毋过嘛等于是死严严啦。对，死严也未真正还没死透嘛，就是要死东海嘛。所以就讲几两年前听安尼的状况时，我是真正足毋甘的啦。所以毋才会个现主是个望讲小小的努力，是毋是使延长，甲即个真正得到，真正死翘翘即个状态，较后壁去推塞的安尼。啊，当然就是咱后壁的人爱有才调，去甲成起来安尼啦。好，歹势讲一个想迄种啦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叫恁来啊，叫恁歹势，毋知哦。生着啥无安尼？天作囡仔。为刚才发现到你是我考高中教资的同学。真诶哦，我无确定，为伊迄阵，高中的教资上课也是考的。我伫迄培训群组看到的。哦，对啦，伊迄是上课的嘛，啊课我是还未去课啦，啊而且迄个啥，伊迄36点钟，敢若嘛敢若2年的效果，就是若想要去考，超过2年，就是爱搁定上课啊。伊所以等于是算啥，会使考3届吧？就讲，伊敢若即马是毋是当来实体啊？我袂记得啦。伊迄阵我2023年上课嘛，迄阵嘛搁疫情，呾收煞无确定真正安全还是啥，因着线顶嘛，所以2023年线顶上课啊，现场考试嘛吼。啊，所以2023、24、25满2年了后，你若无搁考调，歹势就是爱搁定来啊，就爱搁定来啊。所以台语考啊，其实真坏啦。我讲的真坏就是足衰啦。甚至有当阵啊，即句话用中语讲的时阵，有当阵啊会有淡薄仔咧共强迄个意思。这个圈子是很小的。台语即个口啊就话，就是我就讲嘛，单头单尾2万个，有无？我一届必试啊，下晡的有过照直接试教。所以我考第2届试教才通过。啊，你真好啊！我第1届试教时阵拄到的就是郑老师。你讲？秀荣老师。哦，秀荣老师，哦，安珠老师哦，安珠老师。对，安珠老师对，安珠老师，秀荣老师。哦，啊，因高中的即个部分，敢若掠足暗的，就是听伊讲，会通过的比例敢若10%以下尔。所以，去台中考试，台中考试的时阵，有一个老师就。就是我讲煞了后，伊一直甲我就是纠正我的发音，纠正到有17个音，想讲害我袂调啊，尾仔看到迄成绩，数调呢，所以有当时，感谢伊搭我过。这有当就是一句话啥，嫌会才是买会人。就讲要甲你点，要甲你调，甲你提醒的表示讲，这个放入来会使。学生囡仔较有学习的迄个啥内容还是啥？啊，伊即马嘛是3500间高中以下学校嘛，就是国小、国中、高中加起来是3500间，3500间学校，反正各100间学校还袂甲老师找教文，就是讲可能有100间学校迄内底，可能应该爱找3个老师，伊敢若找着2个，啊，另外欠的迄个要安怎？可能凊彩找人来读啊，看校长去凹相嘛，对，还是主任去凹相嘛，还是真正
听讲疫情迄几年啊，就是凊彩叫一个老师去教室放迄个啥光碟，还是去网络找影片互学生囡仔看，就安尼转过啦。所以上面就是整个社会也无重视啊。罗爱新先生所写的台语现象内底讲的迄个状况，甲社会现象抓出来，你就是无甲伊规定做官方语言嘛。我就讲，准讲今仔日咱定一条法律，也是有一个规定，讲10年、20年以后，咱的台语是官方语言，这10年是过渡期。原来大部分的人继续使用中语啦，原来大部分的人继续使用中语啦。甚至敢若要定这条法律的时阵，以现主席的状况，绝对是去用挡掉的啦，连放你过都无可能，甚至嘛无必要讨论啦。所以，看到这个现象嘛，真正心肝头不离啊酸哩。好，所以当然各自伫咱的位置去做咱做会到的代志，安尼嘛。这大概。暂时也无其他更较好的方法啦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虽然讲时间是超过啊，因为我毋知台顶的朋友敢有人今年是要考试的。这个二几啊？22哦，敢若是会款吧？我袂记啊。反正我就甲伊当做佚佗啦吼，我就讲我要来去考一场 A1， 要来去考一场 A1， 伊讲去考日语的 N3，可能嘛，伊拢无真正认真读册，可能要及格嘛是有困难的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阁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咧读的即个114年度的社会组朗读稿就暂时先读到这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也感谢台下朋友听我咧顶悬网、读网分享网交流。安尼今日朗读稿读到这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，再会。